谢你。多谢大家，互我这个机会，互咱新台湾吼，有机会来参与龙宫长老啊，搁有 CK 的节目，因为迄个时阵 CK 有甲我提案，就是讲希望会当有一个特别的时段，拢会当来看台语的电影。啊，因为其实阮新台湾一开始就是一直要推广台湾的电影，啊，尤其就是要做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culture 的电影，啊，所以其实主流社会的电影拢是较华语迄种的 culture，啊，所以阮就是每一档，阮其实新台湾拢会选几支啊，尤其是人权，吼，啊，搁有一寡性别平等，也是一寡比如讲较适合台湾吼外国人熟悉的电影，嘿。啊，阮拢会伫咧线顶，抑若无就是伫咧实体安尼放。啊，阮其实对2016年、2017年就开始伫欧洲这边办电影。啊，阮有无共的国家，啊，有当时也邀请导演来，啊，到尾因为lockdown的关系，阮着改做线顶。啊，到尾改做线顶的时候，阮阁意外发现着一个足好的好处，就是。其实像阮Edinburgh，阮拢是首都嘛，啊，阮拢是伫咧遮咧放电影，但是 Scotland 足大，有诶台湾人是住伫咧 Highland， 啊嘛有人住伫咧 Glasgow， 啊，所以迄阵阮改做线顶时阵，有收到10几个人哦，对 Highland 迄边啊，就 Glasgow 啊，就是讲其他诶所在写批互阮讲，哦 ，It's my first time， 就是阮第一件看到台湾诶电影是线顶，啊，因住伫咧做 remote 诶所在。所以，阮到尾啊，对2020年开始就改做讲 ，OK，阮会当用 online 的，就是阮每一档会选一个特别的电影，啊，就是放两场，一场是 online，啊，一场是即种实体安尼，啊，其他就是就是自由去看安尼吼啊。所以，阮一直到即摆已经做差不多5档、6档以上啊，嘿，啊，CK 即阵甲我讲，伊要放特别拢是台语的电影的时阵，我讲当然嘛是好啊，因为这着甲阮的理念是真符合的。嘿，啊，阮就是甲 CK 讲，如果若有需要使用着，比如讲线顶啦，还是讲做live streaming， 还是讲有需要啥物资源，阮一定会甲 CK 啊甲即个店长了即边斗相挺，三角相挺安尼，嘿啊。希望即个program 会当继续走落，因为其实台语的电影伫咧过去拢一直去用压迫，啊无去用找出来。嘿啊，阮希望讲会当甲遮较好，台语的电影会当搁继续互即马较少年一辈，会当了解以前的文化，安尼。好，多谢大家。多谢 Jenny。今仔日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到第80届啊，所以真荣幸即届会当甲中光长老甲 Jenny 做伙办即出咱做伙来看老电影吼，台湾的上界早的商业电影。咱今仔真欢喜哦，真侪朋友对世界各位过来吼，澳洲啊，还是孟加哈，阮知看到马来西亚的朋友吼，啊，搁有加拿大吼，托兰多遐有几个朋友报名吼，啊，我嘛看到有对迄个 Turkey 啊，有对迄个Norway 吼，毋知有遮朋友敢有在场吼，会当拍一个迄落笑面，互咱看者吼，大家小可熟悉一下。啊，咱今仔日吼，就是希望大家吼，拢上网顶去看电影吼，啊，看完来讨论。啊，即摆吼，大家先请讨论哦，因为迄个电影吼，到迄落咱太平洋吼，遮透中昼吼，到中昼的时阵拢会当看吼，所以等者大家听完咱遮先拜来分享之后，搁会当搁去看一届，还是2届吼，所以
今仔真开始吼。啊，我一直真希望吼，听到即段迄落甲迄落戏剧啊，甲电影啊较有关系诶广告吼。咱今仔李占兴老师吼在场吼，等下可能请伊来先开始来小解即段即落林导演即个老先的故事。今仔咱的形式较先就是讲。咱有专家吼，等一个单位先来甲咱介绍即个文化气味对即个台湾老电影中间看出来物件。中间中路当然啦，伊一定会来介绍咱即个台湾文化。嘛希望就是即个台吼开放互大家，大家来分享，大家看电影有啥物想法。有真歹势，就讲即届即版权。就是超工要海外来放，所以伫台湾无当看，所以真歹势。毋过嘛是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对台湾老电影的想法吼。咱即马先请迄个李占兴老师来开始甲咱小解即个时代吼。好，李老师请。多谢师家。我是讲古的我即马伫讲100个。台湾人袂记得的故事，内面有林传秋导演内面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对伊的生平小可有一点仔了解。无我就甲我粗浅的知识讲互大家听。林传秋因老爸是三杰开矿业的乌土团，向做三杰是咱全省上大的矿场，所以好业。伊常常来甲因老母坐乌头车去台北看戏。伫1935年，就是伊15岁时阵迄当阵日本拄伫台湾执政40年，要一个发表会叫做台湾博览会，甲世界小解讲，阮是世界10名第1名的所在真精彩。迄当阵迄个博览会是对台北成功会一直到新竹，所以新竹嘛有真侪戏剧剧团甲阮的戏班去盛大演出。因老母讲莫去新竹中学读册，咱来去看伊这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就拢伫遐看戏安尼。因老爸佫真反对伊拍戏因老爸讲就过当年16岁就紧甲伊送去日本去插班去读个高等学校。伊嘛算讲程度好，考到明治大学的管政治经济。伊的学长就是啥，就是鼎鼎有名叫杨兆嘉。迄当阵是。伊当阵是日本的教练，伊就伫遐读，伊就无心要读政治就定去看戏，去即个新日区东京内面有一个红毛峰剧团去遐看，甲头家熟悉头家讲无你去阮迄个东宝影业遐去遐讲检骹手，即个小师去遐去做安尼伊就遮做遐做安尼。毕业以后就正式去红毛峰做编剧，剧场的编剧有做2-3出戏，拢真精彩。1942年，日本因为大东亚战争真侪人拢调去前线欠骹手，本来迄个东宝影业是无要请外国人但是因为有迄个红毛峰头家的推荐所以破例互伊入去内面做安尼。当阵就伊就做炮火队因为骹手拢无够，但即边欠啥物人，即边欠啥人电影一般制作的过程伊拢有参与安尼，嘛做导演的助理安尼，大家拢甲伊叫先生安尼。
迄当阵啊，就是1943年的时阵，迄个日本啊要去满洲国要拍一篇电影，我想迄就是政令宣导的电影啦吼。伊讲我要转来台湾吼度假者安尼。第二个台湾的时啊，因一个远亲啊，叫做甘国贤啊，讲我即摆要拍一篇，要搬一出就叫做阿里山，无你来甲我。做导演啊，伊做编剧即个人伫日本是甲伊住同宿舍的啦，伊嘛是日本转来，所以因两个就是做一个阿里山的故事以后，哇，做轰动啦！因为台湾无人有遮好、遮有水准的阮迄个导演甲编剧迄种阵有两个人影响伊上大，一个就是阮卢克玉，咱台湾的一个。音乐家、声乐家，佫伊也是作家安尼。迄个人啊，足古摸啊，看伊拢会讲嫌，但是对即出佫真介意安尼。佫另外一个就是即个尚德吼，尚德影业的顾问，向怎伫台湾啦？伊看到即出戏啊，伊也足介意，就甲日本总督讲吼，即个人哦，爱入来总督府位啊吼。来讲审查人的剧本安尼，毋好互伊去满洲安尼。所以伊就决定要留落去啊。哪会知影去总统府啊？是伫当审查人的迄个意识形态啊。伊讲这毋是伊的头路啦，伊就死头路。迄当阵啊，卢克业啦，拄啊讲缘投的即个啊，卢克业拄啊甲卢传生甲杨文权。甲王正全，因拄要搬出，要创一个叫做迄个叫做阮后生啊演剧研究会，要搬戏安尼。迄当阵哪会要搬戏？要甲日本啊扯拼因为日本的戏剧啊，咱台人嘛法度甲伊拼过。佫另外因前2年啊有成立叫做台湾文学迄个刊物啦，就是嘛是甲日本的一个叫文艺台湾社传版出版的迄个车拼安尼，就是要拼输赢的意思就对啦。安尼拍两出两篇迄个以后，佫演出一个轰动，甲即阵佫正轰动叫做严家吼，严家乡土剧。严家就是讲迄个台湾的故事安尼吼，内面有台湾的音乐。这是卢传生负责，佫内面带着布景，遐怎？台湾画家叫杨三郎啊，嘛落做这，反正真，佫现场的交响乐团啊，伫遐演奏的，哇！即出就是搬出来就是真轰动啦，客满啦，吵！迄个日本迄当阵啊有一个款迄个方面化的剧啊，迄叫做南国之花，第一剧条啊，拢无成立啊。卢传生啊，伫当阵啊，方面化的时阵啊，即个演剧中间拢袂使讲日本，拢袂使讲单话，可会使讲日本的。但是啊，即个音乐佫无规定。卢传生伫第3部的时候，爬去咧台顶指挥交响乐团，甲迄个演员，甲台下的观众斗阵唱台湾歌，六月泉水啦。款的丢糖啊，一只好酒，大家拢看甲真欢喜。就是哦，迄个有一天啊，讲电影讲迄个戏剧搬到一半时，怎熄电去啊？熄电的时候，做戏的要刷，看戏的毋愿刷，大家拢摕手电出来笑这个舞台啊！叫伊这个演员一定爱甲这个剧演完啊！结果做伙大家说。拍拼，甲即个剧演完，迄天的剧演完，但是过段工啊，日本政府看了讲哦，这台湾意识这重啊，就甲伊禁演安尼。本来是要搬70天，买手啊，伫款迄个第6天的款啦吼，时间我无讲足正确。第6天的时阵就去用禁花去安尼。这个戏剧的力量真大啦吼。甲阵，咱还佫咧谈论这个严家啊，咧国民党时代来啊，来的时阵啊，迄阵啊卢传生甲迄个王正全三水亭的头家王正全，甲即个林传秋啊，做个申请啊，迄阵爱申请要迄个剧本啊，
啊，但是几落摆拢去互国民党政府啊，来拒绝掉安尼，啊，所以林传秋啊，就真失望啊，就专心啊，等于做阮迄个因后爸土炭的事业安尼。啊，无我就是讲到遮。哦，多谢李老师吼。啊，咱即段历史真精彩。先大家迄落有顾一个，就是讲咱即个新的规套吼，这可能会当做差不多。你讲吼，林传秋老导演即马各地的有三片半的影片吼，啊，其中3片有做过迄个数位修复吼。啊，另外佫有一片剩40几分钟，因为这老底片拢已经害了啊吼，所以咱会尽量甲这4片拢甲来做放送吼，啊，大家来讨论。啊，另外佫有一个少年的，伊有一个算是讲今仔日这政府的秘密的迄个叫做啥？secret 啊，伊去编一个故事吼，来继续即个张美瑶演的即个叫做女主角啦，就伊做阿嬷的时阵的故事吼。啊，咱嘛想要讲来做一个较完全的，就是来看林导演这一生伊的戏剧、电影，也是伊的个人生活的一寡故事吼。所以上少我看会做6届啦，所以讲。咱会当慢慢来讲，啊，李老师嘛会当继续吼讲到后壁遮吼。啊，咱今仔吼真欢喜，咱吴医师哦，咱台内先的人来甲咱小解迄当初的文学啊，以及甲今仔要看这个错乱吼，中华秘密，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气味吼。啊，咱请吴医师。多谢吼。今仔日吼，彭都昌吼，这个节目吼，第一讲到人啦吼，李传生。第二吼，讲到文学这个小说。第三，大部分的时间咱来讲戏剧吼，所以拢有一寡斗会起来所在吼。安尼大声吼。我来请放这个我的 PowerPoint 就好无？好。这个故事的内容我就唔免加讲啦吼，因为咱过来会了解真济吼。好，这个第一个 PowerPoint 吼，无上第一张，这上尾张，上第一张，搁起哩。好，这就是这个文学方面吼，有2个啦吼。第一是错乱这个文学的方面，第二是严家啦吼。这个错乱吼，这个经过较复杂吼。咱来看第一个 PowerPoint 吼，这个进程，拄则第一张，好，这个。无，拄则迄张，对吼。这个错乱吼，简单讲起来，就是按这个日本的原作者吼，塔克拉这个目屎的责任接出这个小说吼，接出来啦吼。拍这电影的时阵叫做错乱啦吼，或者讲丈夫的秘密啊啥货吼。这个故事拢主要是好，安尼讲到遮就过来，迄个 PowerPoint， 好 ，OK， 小说方面吼，这个错乱这个因为。这个原本吼，无这个原本的这个完整的小说，所以我唔免讲啦吼。咱今仔日主要文学方面来讲，严家甲张文权这个吼，这个方面啦吼。
严格吼，即个咱拢知影，伊上原文是日文吼。啊，伫台湾文学，拄则赞成遐有讲到，即个台湾文学即个杂志，1942年吼，发表的吼。啊，即个杂志是中文环甲其他的有志合办的吼。啊，拢总办差不多2档、2档外啦吼。啊，即个伫台湾文学发表了后吼，日文发表了后，照我所知吼，上早是1991年中文翻译吼。啊，前卫出版社有出一本中文翻集，迄内底有。啊，即个翻译者吼，即个我目前毋知影是啥物人啦吼。好，啊，过来2006吼，搁即个20世纪台湾文学经典向阳，即个先生伊所编的吼。啊，即个美帝这吼真热心甲寄即个中文翻译的全文互我吼。啊，即篇是姓郑的郑照郑吼，伊翻译的吼。啊，即个内容咱过来搁详细讲吼。啊，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故事吼，严格即个故事地点是中文环伊的家乡啦，吼，伫嘉义梅山乡吼，迄个庄骹伊所看到的代志啦，吼。啊，迄个年代是1924年吼，日本时代的即个台湾社会的故事啦，吼。啊，内底主要人物就是2个查甫人甲1个查某人中间的即个人情、爱情、社会风俗、女权种种方面的代志吼。好，搁过来，吼，即个就是台湾文学吼，1942年的迄个杂志的面啦吼，的相片吼。好，搁过来。啊，咱来看内底的内容吼，这吼，因为拄则赞成兄讲的，这是咱台湾较乡土方面的文学势力吼，甲日本的日本方面的即个文艺台湾，在相对比就对了吼。啊，咱注意甲看吼，内底这真侪拢是咱台湾吼盐分地带的台湾作者，像讲吴新英啦吼，杨贵吼。过水潭吼，啊，甲杨千和吼，这咱拢真熟悉的名。啊，内底就是严格这个张文环先生的的小说。OK， 好，搁过来。吼，啊，这个内容我拄则有小讲啦吼，咱即摆就毋免搁毋免搁停讲吼。好，搁过来。好 ，OK， 所以我拄则有讲吼，即个严格原文是日文啦，是中文翻写的。啊，即个日文吼，即个我分2方面来讨论啦吼。关于严格即个吼，第一是伊的内容，小说的内容吼，伊所讲到的社会人情世故这方面。啊，第二就是伊的即个文学写作吼，语言吼，啊，文学的手路的方面吼。啊，落尾我才来甲即个物件牵来甲戏剧斗做伙来小可介绍一下吼。第一，即个小说内容方面吼，当然我看起来都是。这篇小说上大的优点啦，吼，因为伊讲到迄当时吼，即个1920年代吼，遐台湾人社会诶人权吼，啊男女的关系吼，风俗吼，保守势力啊，甲
较先进的即个思想的冲突种种吼，这我想是严格甲中文环所有的小说内面吼，上界有力的、上界达到咱注意的所在啦，吼中文环伊本人也有讲吼，伊个话就是讲啦，伊的文学是要报告台湾人的心。就是讲要写台湾人的感情、台湾人的代志落来，这我感觉是中文环的文学的上界重要的所在，过来咱来讨论伊的即个文学的技术，伊的文字的方面，甲咱即摆台湾文学的环境来做一个对比啦，第一，严格即个文学到咱的手里为止，是经过不6摆文字上的翻译、语言上的翻译。第一，原文是日文，真可惜我毋捌日文所以我毋知影伊即个为文学的技术方面来看伊即个日文写了安怎咱在座可能真侪会晓日文的人，捌看过伊的原文。或者讲，我有看到沙介先生伊伫遮，伊毋知有看到日文无所以伊可能伊若看到，伫咱讨论的时阵，可能会当甲咱小可介绍一下听讲啦日文是足水气啦过来，即个为日文到尾咱来甲翻做中文的时阵至少为即个精神性宗兆正伊的翻译来看我遮凊彩按伊的第一页第一句甲放在遮，互大家小看一下中文我来读一下啦丈夫阿勇静静的坐伫屋檐下的竹椅上，一如晚上。木然的把眼光死定在正在夕阳的逐渐消失的黑色这是伊的中文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为第一页读到上尾页40几页感觉讲。这个滋味第一，这个文字语言非常非常的死板，种硬正，袂随咧技巧安尼。我相信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翻译的问题的关系啦。你甲看，而且伊真内面有袂少是。文言文透伫迄内面，一如往常，木然的，这就咱口语无人咧讲安尼，咱讲话无人咧讲安尼，所以咱若读到遮，就爱搁翻做咱的口语来了解伊的意思，所以这就是翻译即个问题，佮经过中文，我读的时阵，佮甲翻做台文来甲了解，因翁阿勇点点坐伫银钱骹的竹椅顶悬，像普通时安尼，目睭红红，掠西照日下底，寥寥消息的厝顶尾甲看，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伊要讲的物件。但是这是经过我的翻译出来，所以这个系列的问题，日文、中文、台文，这就是咱台湾文学的这个文明，经过翻译，搁再翻译，搁再翻译，搁再翻译，这篇严格为日文到我的手头，伫读者的头壳内已经翻译6、7摆。才会当了解伊原来中文环伫
嘉义梅山乡所看到伊要表达的物件，吼，这就是吼，我会记得26当前有一篇台湾通讯文章，就是讲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讲到这个问题，翻译搁再翻译搁再翻译的问题。咱台湾文学永远无迄个活力，因为是翻译的，还是半翻译的文学。这个严格就是上介好的例，吼。所以总结起来吼，严格有2点：第一，伊上强的就是讲，伊讲到台湾人的代志，吼，实在的社会改善，看会到物件，吼。这甲咱台湾乡土文学以前的文学完全无像，因为乡土文学以前的文学吼是山寨的文学，吼，作家的是假的文学，毋是台湾人的物件，吼，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伊互咱的假释，就是讲咱台湾文学甲台湾电影同款，若要真正有路通好行，有即个变做活的物件吼，即个语文吼，爱甲社会接做伙，吼，这是第2点，吼。今仔日正佳在，吼，有即个李川秋先生，甲张文华迄阵所看到伫因故乡的代志，用电影甲恢复转来，吼，互咱会当去看到个迄当时张文华伫伊的故乡所看到的台湾人的代志，虽然经过这日文、中文、台文这翻译的过程。咱今仔日会当搁足活会当看到即个代志，这吼就是为什么严格接触电影会当遮尔啊成功的原因的之一啦，吼。所以我想严格即个小说甲电影吼，今仔日互咱3个教示啦，吼。第一，咱台湾文学吼，就是。严格就是要写台湾人的心情、台湾人的故事。第二，吼，咱爱按即个翻译文学跳出去，来发展咱家己的台语的文学，吼。第三就是即个戏剧会当帮助文学，文学会当帮助戏剧互动，吼，来推销咱台湾人的物件。好，多谢。歹势我麦克关去。多谢。可能无开麦克，嘿。多谢。所以多谢头前2位先辈的分享吼。咱即马这个形式就是讲，你想要分享会当举手吼，有一个举手，嘛会当留话伫个 chat box 吼，等下小阮这个照这顺序吼，请大家开麦克来分享吼。我先小可讲者，就是讲，阮要做林团秋老导演是差不多伫2019年迄阵，也是搁较前就开始咧想啦。2019年本来想要做伊第3出吼，做第6嫌疑犯。迄阵是安怎趣味，就是讲伊出伫个1965年拍完了后吼，伊家己讲安尼，你即出摕出来演吼，也无大趁吼，迄真无面子吼，伊家己感觉无满意就是啊，所以拍完了后就藏咧，无摕出来放吼，一直到1990年，搭伫迄阵做电影图书馆遐做第1届放吼，阮迄阵就想要来美国放嘛，落尾先放这啦，先放即个侯孝贤导演的迄个即后壁即出吼，
所以真拍算 COVID 进前一直想要办，啊，拢排无时间，啊 COVID 一来，一前了，一直到2005啊开始来放伊这3片较完整的这3片吼，3片，所以这是差不多4档啊，就是想要做4档啊，今仔真欢喜搁来顶一轮吼，搁来看林团秋导演的这想法吼。啊，拄则咱讲到文学，咱沙盖上敢要甲阮讲两句这伫日本这文学这方面的一寡想法。是你等者较准备好，咱甲找一个时间互你分享。世界上有留两段两句话伫呀，伊即摆已经开麦句啊，请伊家己讲伊的留话。就讲，我毋是早时吼，我原文嘛有看过吼，啊，佮看过迄个舞台剧吼，迄个伫台北迄个2008左右啦吼，啊，迄个舞台吼嘛有看过啦，我实在已经袂记哩啦，所以要安怎讲，内容袂记哩啦，所以要安怎讲吼，你叫我讲是啥物款的迄个方向的迄个方面的意见，是安怎？你拢会使。像是因为伊有留两句话吼，伊第一句是讲吼，伊感觉问题是中译啦，就是讲爱有人对日本直接来翻译做台语，是讲毋通翻译搁翻译，啊，可能会小可走进去吼。啊，另外就是讲，伊捌伫台北剧场吼看过即个台语的话剧版的杨家嘿，啊，但是拄则沙介讲又去看，但是内容已经袂记记啦。系啊，请教沙介先生哦，你敢会记得读中文版的日文的小说的时阵吼？伊的日文写作的程度安怎？为文学的方面来看，严格迄个日语的原文吼，实在是你所讲的水亏啦吼，真好啦。当然是迄阵受过日语的教育的人吼，拢总是差不多是作家啦吼，精英分子啦吼，拢总迄个日语是真好啦，不只好，因为是日本教育是迄个语文教育的方法啦，啥物拢总是正确的啦，哈，无像是迄个战后的国民党迄种的，真老的迄种的啦，哈，所以水亏是水亏啦，不过我嘛是，迄是真足久以前，所以煞袂记住，多谢。多谢。所以拄则讲到严家吼，其实后来迄电影佫有2出是做即个故事啦。哦，一出是1958年新基导演吼，伊有一出咧讲严家即个故事吼。啊，另外一出是1980年代有一出叫做迄支所有权，迄支所有权嘛是咧讲严家即个故事，所以小可补充一下，就是讲这故事真正大家真会去感动这个故事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林传秋导演伊阵搬上舞台这个新剧吼，迄是顶半部的严家。伊落尾吼，伊佫继续真认真，伊想要写一个迄个大河剧吼。就是伫咧伊过身进前，伊佫继续咧写这剧本吼，啊想要甲严家下半部吼嘛来接续起来，啊要变成一个大好剧的电影。
啊，毋过伊落尾身体较歹去，所以这无完成，这真拍算的一件代志。所以咱讲转去电影吼，因为林传秋导演伫日本有一段时间伫个东宝遐做，迄阵我看册拢讲伊是做副导演啦，吼。顶届李老师当场就讲，伊其实是做摄影师，还是就是伊个名无一定是副导演这个名吼。所以伊看的对日本看，对日本学的，也是受日本教育的影响，其实是真深啦吼。所以咱今仔朋友对迄个咱即个电影吼看到的感觉吼，毋知大家安怎想吼？大家等下可能会当来做伙来分享吼。所以咱会当讲，上开始台湾电影商业化，应该是台语片第一波吼。第一波大概是1955年开始，到1959年就开始缩去啊吼。第二波反正这个真侪因为你讲商业片，一定的人爱有钱通赚口人入去嘛吼，所以这嘛真侪因素啦。就是讲，为什么第一波无张无弛，那就缩起来？第二波是安怎搁起哩？到1969年第二波，那会突然间搁发起吼？所以这真个原因，咱后摆拢会甲慢慢来讨论，而且再做吼，有朋友有知影即段历史的嘛，随时拢会当来分享吼。所以讲1957年、58年，这是迄个林导演开始出来起伊的片场，训练伊的即个技术人员甲演员，落尾伫1959年推出伊的第一片，叫做阿三哥出马吼，电影的第一片阿三哥出马。毋过伊才拍3片半，就开始迄阵就台语片的市场就毋是讲真好吼，所以伊就改选伊的遮学生啊，遮技术人员就是讲甲训练好的，恁放恁出去，恁家己去发展吼。实在讲，伊拍了阿三哥出马、探烟花，落尾错乱吼，错乱伫1960，阁有一片叫做一片甲迄个白客导演做伙合作的。毋过你知影迄阵迄落电影检查足严的嘛，定去互调，所以因迄阵无拍完，伊就先来拍错乱，拍完错乱就像张美瑶迄阵就差不多少年线2出互伊做女主角，迄阵拄好国语片起来嘛，所以张美瑶伫国语片遐做得真好吼，所以继续搁做过6年，嘛迄阵嘛真清啊，嘛是有即个对即个乐风吼拍落来遮基础来继续演国语片。所以咱今仔即出丈夫的秘密，其实是1966年，1966年搁顶加过吼，顶剪过，对错乱搁那阵是剪较短啦吼，搁顶摕出来放，顶就摕出来放，所以即片吼可能爱确定一下，就是讲我的了解就是找到即片其实是已经加过，已经是迄个丈夫的秘密的版。所以咱看到的，那拄则看过，其实嘛是足侪所在无讲真完整可能你讲迄底片一本一本嘛吼，一盒一盒吼，伊有诶头尾可能拢无啥会使，所以你有看有诶所在吼，就切掉接到下一本，落尾迄本那参就真正状况。无讲介好，大家会看讲因
因可能嘛放弃啊，就是讲有个所在会当收的，啊，毋过伤够工啊，伊就留伫遐。所以咱从路尾遐有几本吼，看迄诚侪迄落化学的物件，佮留伫迄个顶面吼。所以这诚趣味啦吼。啊，就是讲电影嘛，戏剧安怎刷到电影，这其实诚侪无共的所在。啊，毋过林传秋导演伊对即个新剧的即个背景吼，伊来做电影，佫有另外一款无共的风格啦吼。像咱看迄落，我看有一个趣味的所在，就是迄落拍电火吼，拍火伊迄火拢咱参像免钱的，足强的吼，迄电火毋知几拍吼，所以我一大心看讲啊，电影安尼，你电火拍遐强，敢无啥自然吼。啊，毋过后面想想，嘛是讲伊用迄个即光线来表达伊想要就是讲遮主角的心情啊啥吼，伊有当时用迄光线来表明吼，所以咱看诚侪迄个反差诚大吼。有当时遮光平平啊，迄边就暗，啊有当时哇大日头啊，搁拍电火哦，所以大心看讲啊，安尼别空啊，你电火拍遐强，迄影吼安尼摇来摇去吼。啊，毋过有当时你看，这毋是 two dimensional， 伊有这个电火哦，变成3 dimensional 吼。啊，虽然讲你用今仔日角度讲啊，这拍了无好，这无够自然啦吼。啊，毋过这是其中一个特色吼。啊，另外一个就是伊的迄个叫做构图啦，咱翕相吼有迄构图吼。啊，咱看伊的逐个镜头吼，咱参像迄落摄影师吼，伊迄构图诚功夫啦，就是讲嘛是依靠有即个实力来做这吼，因为吼咱知影伊是家己去片场嘛吼，所以搭布景啊，这做即个材料吼，迄个时代哪有遐侪资本来做这吼，所以伊个号做啥？就是讲哦，你去整理伊个现场的时阵，伊个物件拢是真正设计过去摆伫遐吼。啊，伊迄个构图拢银，就是讲满吼，也嘛是伊个风格啦吼。所以大家若有机会，等下搁去看一摆吼，会甲看较详细。一寡诚趣味的所在啦，吼。我先讲到遮吼，在地敢有在场敢有朋友想要来分享吼。来，我来讲一个迄款迄个小可有讲到迄个乌山迄个制片厂的故事啦，吼。迄当阵啊，主要就是讲伊伫东部伫遐有一个同事啊导演吼，伊也是韩国人伊个变做日本人，迄个伊甲咱笑讥笑讲，恁台湾的这电影师，阮日本师30年啦。伊这个人小可有一点叛逆性，伊讲哦，无我拼互你看咧。啊，我咱拄仔讲，你伊个学长就是迄个明治大学个张调家，迄当阵都做迄个民政厅厅长。伊甲讲哦，我拼落去吼，伊也要斗出钱安尼。啊，所以伊就甲因兜的11届幕场啦，伫市洋啊，遐个幕场改做片场啊，叫乌山制片厂。啊，就开始大资本就开落去。啊，伊就是要伊较早伫大公司做，啊，伊个成果诚大啦。啊，就是讲我要一贯作业，伫我的片场大法度创落去啊。
就开始拍。拢做伊就发现讲个演员的素质不够，就佮做一个演员训练班。演员训练班哦，食啦、住啦，拢伊负责免钱安尼吼。佮请迄个好老师，譬如讲咱的文化头的杨文权啦，佮迄个音乐家吕传生啦，佮迄个舞蹈家叫李彩娥啦，佮编剧啥，真侪人拢入来斗骹手安尼，所以讲师资真好啦。伊第一片拍的片叫做《阿三姑村》嘛，这是第一支片啊，就出师不利啊，因为伊迄个片名去申请啊，讲你阿三姑，就前10年前哦，咱1949年哦，迄个印度阿三吼，甲咱断交啊，你拍迄个阿三姑，就是你讲印度的代志安尼不准安尼。所以伊就是阿三哥，就是讲啥咧？讲有一个迄个西贡啦，西贡乡啊，阿三啊，伊就吼迄个每着爱国奖冠军得奖，得奖以后啊，大家就甲伊使拢讲，无你起来选市议员啊，爱去竞选和平市的市议员所以伊咧竞选的时，就一寡迄个。亲情啦，去食啦，啥也无钱，善乡走去甲伊讨钱，请求伊援助安尼。即马这拄啊讲片名袂使，第二讲你竞选和平市，和平就是共产党要和平解放台湾呢，你哪会使和平市？所以你遮有关的和平市的字，和平市的声音拢会填上。搁一个就是讲，咱台湾无去食，你哪会拢搬迄落去食代志安尼？遮拢爱搁消失去啊！所以伊做即个片伊搁加再加，第一摆出第一款的入来上市以后先都好自去啊，因为都水杂菜这真可怜我这暂时简单分享多谢李老师。咱看老电影，我感觉上趣味的一个，就是看迄个咱已经无伫的遮景吼，像即届吼，伊带咱去艋舺随即个女主角吼，愈搬愈远吼，上山过来邦桥上尾因去拜佛嘛，伫迄个中和圆通寺吼，咱会当看，甲即马拢完全无共的一寡景吼，迄是真重要一个记录吼，甲台湾的这历史文化，也是迄阵人，我感觉电影这老电影上有价值，就是讲咱保存节，像讲迄届大家母语是啥吼，迄阵个腔口吼，也是讲安怎用词安怎，这拢甲保存落来吼，真正是真好的宝贝啦吼。另外讲转来这电影吼，就是讲伊家己去片场嘛，所以伊搭布景啥物吼，拢会当家己设计，要安怎摆，拢正迄落吼。我想要讲一个，就是讲伊的，就是毋定咱今仔看这错乱吼，你后壁的5月13伤心夜，是6个嫌疑犯，也是较进前的阿三哥出马吼，有一寡较，就是保持共一个迄落吼，就是讲伊设足侪坑吼。咱知影电影是一个坑嘛吼，伊内面佫足侪窗门就是讲伊迄场所的设计吼，有真侪伊的，就是讲你别人拍片，伊看袂到伊足侪景吼。另外就是讲伊有片场嘛，所以伊的摄影师会当有足侪角度去看吼。毋惊今仔即片啦，就是落尾用了佫较侪，就是讲对顶面照落来，对迄个，对即个
拄迄顶照落来迄个角度，啊，有当时啊对像即片内面就用了遮侪，就是讲普通咱翕，你点仔数翕落翕嘛，袂讲特别去换一个角度吼，所以伊个对即个无共角度来看即个伊 subject 哦，即 object，这是真特别的所在。个伊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伊真爱用即个，真安怎讲，就是讲有一个迄落 depth of field，就是一个迄个景深啦吼。伊爱伊的迄个构图，定定拢会有近的，有远的吼。啊，咱先讲即出啦，即出内面有一个镜头，我真介意，就是讲咱小可讲一下，毋捌看过歹势吼。你小可讲内面的迄个剧情吼，就是有一场是有人客吼要来找即个即个女主角吼，啊去因厝里，啊伊请一停咧迄落巷仔口吼，啊无迄条巷仔足深的，到因厝足深的，所以拄则讲的轻吼，伊用的轻咯，第一个轻就是咧车，迄个乌头车的迄个窗仔，迄个门啦，门的轻吼，啊落尾落看因有一个，反正正就是讲伊有用迄个深度吼来过度吼，啊迄阵伊就因斗阵的去甲即个女主角掠出来吼，啊就看伊对迄个厅内面吼，慢慢啊接近车，啊开门，啊就是讲伊个厅。对电影语言其实真侪意思啦，上定咧因就是讲，哦，你要缩掉的，哦，你的不管讲你要安怎解释命运啊，啥物吼，你用轻掉的，哦，迄个镜头水伫倒位咧，就是讲伊迄个有够深，伊迄号做啥 focus 吼，伊会去刷吼，落尾对着即个上头前的遮个遮海头兄吼，落尾伊迄镜头那才是30几秒吼，落尾迄后头车驶走，看内面后壁鸡仔咧走啊，也是讲迄水沟啊两个囡仔伫遐佚佗吼，就是真趣味啦。本来车炸掉的吼，车驶走，就是讲因摆有即个长镜头，遮长的镜头，设计到遮水开吼，这个镜头我真介意吼。其他当然阁有真侪啦，伊最爱用迄落用即个 depth of field 这个技术啦吼。讲起迄落伊个叫做过度我安尼讲，大家有听，我有诶是直接翻诶，我毋知台语要安怎讲吼。就是讲，伊对这故事内面这人物诶心情啦，吼，咱会感觉讲，即出其实吼，嘛是咧反映出即个殖民时代咱遮人诶一寡算一寡悲哀啦，就是讲。伫台语片，咱定定看到女性哦，颠倒是较坚强，因为男主角也毋是讲吼，你找迄较粗勇的，男主角拢较性较软正吼，较无注意，也是较迄落耳孔较迄落吼，耳孔较迄落就是像即出即个张潘阳吼，伊演的这就是讲去互招嘛吼，拄着代志嘛是安尼
就是较迄落吼。啊，毋过伊会歹势，李老师你无开麦克，你麦克无开呢？我拄啊，你拄啊要饲迄个，你要做迄个字叫做软正，较软正啦，软正嘿。对啊，伊迄落伊个构图内面，其实吼，咱会看到伊甲遮女性的朋友，因大部分我看两个角较硬斗，就是伊有一个厝主吼，定甲扇喙皮啊，定甲迄个吼，伊个是女性内面，即剧内面女性内面较无讲遮正面吼。啊，落尾因即个阿金吼，即落另外一个女主角因阿金，迄是算较硬。啊，其他女性其实拢互相帮助啊，真正因遐个互相即个吼，你看伊构图咯，伊迄个号做三角形的构图吼，啊，就是真稳真温暖安尼。像伊做伙看相扑的迄景吼，是较主要的啦吼。啊，讲到即个编剧吼，咱台语片有一个较趣味的，就是因少年人号做新展开，台语片即个剧吼，当即个写了伤紧咯，对啦，就是讲你迄个故事发展了真迄落吼。互人想袂到啊，迄种吼，啊有当时你即摆看是啊，这伤合啦，这无合理吼。啊，毋过迄是迄个时代一个特色吼，所以咱看着落尾这故事的发展吼，有当时就是讲，甲咱较传统的、较古典的即个讲故事的方法吼，无啥相共吼。啊，林团手导演伊是较现代派的吼，现代主义迄派吼，所以你看伊讲故事，但是还佫插队以前佫几啊条线伫遐走吼，所以这是迄阵算是真前卫的吼，真行伫头前的吼，所以伊的背景早互咱台湾的电影其实。本来应该是会真侪贡献啦，啊，真可惜就是讲，你电影也无趁，啊，就袂爱做啊，袂爱做收起来。所以第一届收起来了后，因遮人个拢散去啊嘛。所以咱后届搁要做5月13伤心夜，迄阵伊遮学生啊，拢四界走去啊，有诶去香港，有诶去拍国语片吼。所以伊迄阵就爱去找遮专业的，就去请专业的演员来演。所以我来讲一个迄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台语片的历史啦吼。台语片是1956年甲1959年哦上兴盛的啦。迄当阵啊吼，一年会使拍60片的台语片。啊，是阮华语片的3倍会济啦。啊，迄当阵是安怎？有啥物原因？因为大家听无中国话啊，对，啊，就只好是爱看台语片，这是台语片的优势。啊，另外，迄当阵啊吼，迄个有一个中国电影公司，啊，搁台湾制片厂啊，因拢无用去做一个正能宣导遐个片啦。啊，迄款片哦。钱拢开对遐去，啊，所以讲拢无商业化，啊，所以大家看迄个片都会仙啦，啊，所以来看台语片啊，台语比较较温暖啦。啊，甲要唱吼，即个华语的政策吼，啊，都一直好起来。啊，佮另外一个讲，咱的台语片吼，有当时啊10工就拍一支片啊，啊，就是吼，迄个品质诚歹啦，啊，看甲大家会仙啦，安尼。啊，所以让林传秋啊开始参加这个迄个阿三哥出马的时啊，伊是57年啊，像怎台语片就开始伫落啊，
开始伫即个睡眠就开始歹起来安尼，即个时间点配合了，无讲诚好安尼咯。啊，拄啊讲迄个，咱拄啊讲5月13伤心夜，迄支片啊是迄信东借药厂啊，迄个后出一寡钱啊，叫林泉秋啊，来拍安尼，啊有真侪镜头是信东借药厂安尼。5月13伤心夜也无信东借药厂支持的时啊，我看林泉秋啊嘛无法度。嘛切心啦，嘛无拍安尼，啊，迄就是历史的悲哀啦吼。啊，搁咱迄个语言开始去转换，啊，文化的变化吼，啊，造成迄个台语片吼，一直衰落的原因啦。啊，讲一个即个时机的问题啊，咱林传秋导演伊做遮电影吼，伊真正歹运就对了，伊捌得过啥物奖吼？像大家敢知影，咱即马讲台湾这金马奖吼，金马奖伫1962年开始嘛吼，啊个进前吼，其实台湾上早有另外一个金马奖，迄是伫咧1957年，迄是专门颁互台语片的，吼。啊，落尾金马奖出来，当然你这叫做方言，你无资格啊，无资格来参加金马奖。啊，毋过即个头一轮的金马奖吼，是拄好伊还未开始拍电影，吼。啊，落尾1965年，阁有另外一个奖，迄阵哪像是落尾即中国时报的真心啊，或做啥物？电信新闻，电信新闻。对，伊嘛是，就是民间办的一个台语片的一个奖啦，吼。所以伊迄摆阁无对着，迄届伊转来拍即个5月13伤心夜，可能袂赴啦。伊迄阵迄奖都颁完啦，吼。所以伊较歹运啦。啊，像迄咱顶2年前放新基导演，然后伊就较算甲伊两个拢有得过吼。啊，落尾2000年2000年，阁补一个最佳贡献奖，互迄个新基导演。所以林传秋导演算较，伊真正运气较歹啦，拢一个奖拢无得着，啊，金马奖落尾嘛无补互伊吼。所以这是一个真拍算的所在。也毋过，伊伫2002年，对2002年啊，迄个香港的影评人啊，选讲200篇华语电影吼，上有影响力的华语片电影吼，林传秋这个错乱吼，啊，互选入去讲吼，重要的电影之一。所以遐侪年来，200篇吼错乱嘛法度入去，所以讲伊错乱的手法啊，或者香港遐影业界啊，真欣赏。迄当阵啊，2000年，迄当阵啊，亚洲的电影，迄个香港是占足大的分量啊，所以因迄个评审委员的力量啊，迄个程度是真悬的。啊，错乱有法度，林传秋的错乱有法度入选啦，这是无上的光荣，是真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啦。有影，伊讲20世纪200片，扣200片嘛，100年扣200片，啊等于讲一年上好的2片，较会晓竞着。啊，这片错乱是唯一一篇一出是用台语吼，伊有伊所谓华语啦、广东语啊、啥物语，拢总合作的扣200片，吼，这唯一一篇讲台语的，所以实在无简单啦。所以这讲奖无得着无要紧，21世纪补一个互伊，啊，这是真正较专业的人来甲互伊肯定啦。无你转去看
600年代迄阵的得奖的，实在讲，迄阵的片，即马谁人想要看对？啊，咱今仔过来看即个老电影，咱嘛毋是讲要去批评啦，是讲咱平常心讲，遮电影遮囥对因摆迄个金马奖，哦，大家来看谁应该得奖嘛，对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另外一个题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咱即个看到这内面遮对话啊，遮腔口，也是遮用词吼，就是甲今仔日有诶所在无啥相共。啊，毋知在座各位有啥物想法？就是讲，这语言一直嘛伫咧演变嘛，吼。啊，有诶词，即摆诶人可能较无咧用。啊，地理这举手哦，我想你会使互来参加的人，因有机会通分享因的看法，好无？林地理教授，嘿。哦，林教授，请我歹势，我较无注意到这安怎看？对，林教授，请。啊，开麦。你会使开麦克。地理这，林地理教授，请你开麦克。伊麦克一直无开吼，我毋知影伊敢是开袂开。其实前几日吼，迄个美玲姐伊嘛有甲我分享。地理姐，你的麦克无开呢？你有开 video， 但是你无开麦克风。你讲话我无听到哦，因为你无开麦克风。咱即马DB 这可能要开麦克风吼。啊，美玲，这你敢有代志要分享？美玲，你敢有开麦克风？啊，我嘛毋知影迄个今仔梁光兄伊敢有话要分享？美玲已经开麦克风，美玲啊，无你先讲。即个，我第一项就是要甲恁讲哦，我吼拢无法度去看恁个电影，真有困难啦吼，我规暗拢袂用诶啦吼。我请问你讲有啥物较简单诶方法吼？请问你住伫倒位？我住伫个乌头啊，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啦吼，咱住伫个加拿大乌头啊，还是讲多伦多诶人吼，显然有一个真大诶问题，就是讲，伊问着讲你诶post code 吼，讲zip code 吼，啊，所以我用阮加拿大诶迄落 code 吼，我毋是5个数字啦吼，阮是有迄落 mix with 迄落字母安尼吼。啊，所以袂当入去啦吼，这第一项。所以我无法度，我全咧用阮查某囝咧美国诶迄个 code 吼，啊有入去，但是搁较安怎都无法度看到迄个电影吼。啊，我毋知影讲别人有甲我共款诶迄个困难无啦吼。我这是我头一个问题啦吼。啊，头拄仔秀婉问我诶代志是讲，我是处理，我迄讲甲秀婉讲，林团洲吼。是阮老爸的朋友啦，吼。啊，我遮细汉的时阵吼，捌送戏票互阮老爸讲吼，啊，带阮囡仔逐个去看伊的电影了。所以我头一摆看就是看张美瑶。迄阵啊，我囡仔人哦，可能10岁吧，无定分10岁搁较少吼。啊，看无啥有啦，啊，反正就是去看安尼吼。啊，伊嘛捌交代阮老爸吼去。去伊迄个翕相迄个所在安尼，啊，着影棚就对啦吼。啊，我吼是问阮爱姐讲，
你会记袂吼？啊，阮来就讲伊毋知影，啊，迄阵也是安尼哦。我因为我是阮囡仔内底上细汉，所以我要去倒，阮爸爸妈妈要去倒遐吼，较会带我去啦吼。就是讲因逐个拢足认真，因咧读册啊，我敢若较，我著较细汉无读册，所以我有去就对啦吼。所以这是我对迄个林团长的印象安尼。啊，我知影讲伊有2个迄落投资者吼，就是他拄啊你先讲的迄个后生吼，影剧团吼，内底有2个真是阮爸爸嘛是朋友吼，一个号做是阮厝邻人，号做曲木，啊，搁一个号做齐芳惠吼，啊，因2个拢是迄落家境真好啊，所以拢家己投资啦吼。啊，所以后来我知影讲，即个后生有存在，敢若迄阵啊，到底是毋是迄落即个林先生啊搁咧创，我毋知影，就是因2个有搁继续吼一段时间，啊嘛迄阵啊嘛是拢定来摕着迄落迄落 free ticket 吼，就是摕招待券来去看咧，所以这是我的印象安尼吼。啊，迄阵啊就是台湾出，就是愈来愈无迄落嘛吼，毋过阮就是有去看安尼啦。你我甲你分享。你这迄个你的麦股敢有开啊？我即马突然间无看到伊，但是我即马佫看到哦 ，DBZ 嘛举手，但是你的麦股敢开啊 ？DBZ 伊一开伊。麦克拍袂开的时阵，迄个亮光兄，你敢要先分享？好，安尼无我来讲一个啦吼，我嘛是拍袂开，我要去看电影吼，我嘛有登记啦吼，啊我嘛可能毋知是伤复杂啊安那，我嘛无法度看着。啊，毋过我是足早进前捌看过出电影呢。啊，毋过我来分享讲迄个轻的问题啦吼，比如讲迄个 frame 吼。即马，譬如讲一般人啦，吼，一般的消费者要去看老电影吼、古早电影吼，可能要去要去欣赏吼，可能毋是讲遐尔简单啦吼，就是爱讲有咱着爱去 set 迄个 frame，就是讲伊转去到迄当时的电影工业，来讲电影市场吼，是讲迄当时的迄个台湾的社会吼。安尼来欣赏吼，变做讲会较容易啦吼。啊好，佳哉咱今仔日有2位吼，迄个李老师安尼伊当安尼将即个林传秋迄当时的情景吼，啊搁陈伟老师用即个文学气味吼，啊来咧安尼补充说明，啊，互大家会当较容易来讲即个电影吼。啊，我是要按即个电影吼，到底是伊的是艺术还是迄个工业啦吼？因为咱来讲到即个有一寡代志吼，要来表现，譬如讲张文环伊伫迄个台湾文学的中间，伊就是讲伊要来讲即个吼，写出即个吼台湾人的心吼，啊，所以伊迄就是讲有一个伊有话要讲，有要表达一寡意思嘛吼。啊，即个中间可能会当用文学吼来戏剧吼，还是电影吼。啊，当然若是讲文学，你就无需要别人合作嘛吼。啊，戏剧吼剧场嘛有需要人合作，但是迄个规模毕竟毋是较大吼。毋过若到电影的时阵吼，迄投资就是爱非常的大吼。啊，所以讲就是爱有各方面的配合，才会当成功安尼啦吼。啊，所以好佳哉，即林传秋啊，伊变做伊本身家境也袂歹吼，啊，伊个教育程度吼，啊，伊的迄个社会阶级也拢诚好吼，啊，伊会当去日本留学，啊，搁有迄个踮迄个东宝，啊，伫遐做念影师、做副导演，遮的迄个条件吼，然后遮的经历吼，啊，毋过拄则即个。4K 你有讲着讲，伊虽然伊拍的电影品质遮尔呐好，啊，总是伊伫台湾介成变做讲无伫介少伫这电影市场的中间，伊无得到诚大的肯定，啊，而且捌伊的人嘛诚少，啊，所以伊个人的条件遮尔呐好，啊，是安怎
较会拄啊好，吼，拄啊好安尼伫即个拄失去时机，失去时机吼。啊，我是用另外一个迄个观点来看啦，吼，就是讲即个工业啦，吼，一个工业要会当成功，当然爱商业化吼。啊，毋过即个人的条件足要紧，啊，毋过即社会环境，啊，含即个政府的政策，吼，才会扶持吼，有啦拢足重要吼。咱顶礼拜迄个姚文智有来咧讲吼，咱就讲着讲。政府的补助应该是补助个人的片吼，还是讲补助即个电影工业的大环境啊，即方面的问题。当然这是各有好处啊，歹处啦吼。啊，所以我是会感觉讲林传秋吼，伊的即个电影的成就实在是 under appreciated 吼，足少人知影伊的即段历史，所以咱用即个。咱这论坛吼，就是用这个 frame， 咱嘛是设一个坑吼，啊来论这出电影，啊佮来论讲咱这个论坛要用台语，啊佮来回顾这个台语片的这个黄金时代吼，啊特别是讲一个遮好的电影，啊竟然对无着这个黄金时代吼，啊所以咱即马过来来伫这个论坛的中间。啊，咱来个肯定啊咧吼，这是我的分享啊。多谢梁光兄对这个倾用这个角度来解释吼。实在讲，我先回答啊，真正是林女士甲迄个梁光兄的，就是即届咱开始用这个，咱有这个国家电影是听中心吼，因有一个新的平台嘛吼，所以咱即届算是第2届来用即个，所以应该是你也有伊即个 login 甲迄个，我毋知你到倒一步去互袂过吼，就是讲拄则有一个朋友讲伊昨登入迄个网页，伊是无问题啦，所以我毋知你有看到伊讲的这个 What's on， 你也有。login 入去应该当找到影片啊，直接看就会知。即摆可能是恁 login 无法度过是无？还是毋知倒一步？我来甲 login 吼，嘿，啊，都有问题啦吼。我即马吼，拄看我的 email 吼，伊有甲我送一个讲，我有要互我参加今仔日的 discussion 吼，啊，甲12点。会当看，会较电影，就是讲12点我都爱去哩啦，吼。以前哦，12点伊就禁掉啊，所以就12点之前爱看了。伊即马时间设了就安尼。迄个 CK， 我想吼，这技术性的问题吼，咱还阁来讨论。咱即马阁有人已经阁有3个人举手，咱先来讨论电影的本身，好无？好。即马因为其实我嘛袂当，其实我嘛袂当看啦，我昨嘛试足久，我嘛袂当看，所以我想技术是有问题。啊，这以后还阁讨论。啊，我即马迄个DBZ 有举手，啊，阁有 Boston 阿香，我拢有看着吼。啊，迄个 DBZ， 你即马你敢会当开你的麦克啊？啊，一位C chain， 这是倒一位？这伊嘛举手吼，你敢会当开麦克？你若拢袂当开麦克吼，我请迄个 Boston 阿香先发问，好无 ？OK， 我有入去啦，我会当看吼，迄就是诀窍，就是吼，伊实在是有一个 instruction 甲你讲安怎入去，啊，你迄无法度讲 cut and paste， 所以我就一字拍用 HTTPS 吼。player.tfai. 啊，然后伊的 email 就是用 ck.huang@yours.com。你若照这步数一步入去吼，你就会当。啊，佮伊的 password 照迄入去，所以我昨暗毋是透暝看啊11、2点，我才去困。我是讲今日要参加这是我感想啊。即阵就是讲恁逐个可能时间无啥够啊，讲12点以前。我有看啊了，啊，我的感想就是讲，迄阵啊，电影实在是，当然是甲即马比起来，尤其是咱即马看到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迄阵啊，乒乒乓乓恁吼，啊，甲这安尼足慢的，迄是影差足大的差别。
啊，第二项就是讲吼，迄阵仔的导演吼，较无注意到即个真实啦吼，就是讲伊迄人吼，迄配音伊拢无感觉讲配音嘛是一款表演的艺术啦，所以迄内底讲话，迄个我嘛毋知迄敢若无像是张美瑶家己讲的话吼，足侪迄个声讲话声拢无啥物感情啦，所以我是感觉是较早期拢是安尼啦吼。啊，第二就是讲迄个囡仔，迄个爱上迄个细汉囡仔，4岁啊，啊，就逐遍拢安尼抱啊，安尼敢若迄落，敢若一岁幼儿仔安尼，我感觉迄点嘛是足无真实安尼啦吼。内底有足侪物也是较无真实，啊无 otherwise 是若讲迄个1960年的电影，我感觉这是算讲还佫袂歹啦。当然足侪物啊。这是我家己的偏见，还是讲我家己我可能讲 critic 安尼，这是我要甲大家分享。多谢。小波神阿香吼，林地理教授吼，我相信伊有足侪物件伊要分享吼，因为咱头拄有看到迄个台湾文学啊，咱有看到张文环伊的作品《演家》边仔迄个。姚千和吼，姚千和女士，其实迄就是伊的妈妈吼，伊的妈妈啊，所以对这文学啊，对这嘛是真有研究啊。但是今仔日真无彩，伊毋知是安怎，迄个麦克拢拍袂开吼。OK， 啊，其他若有人要搁发问的，请尽量举手。即马美的，毋是美的吼。美的这有举手。头拄仔在讲迄落，看即出电影，我看到敢若较无自然吼，啊，翕迄个技术也无够好。我差不多20年前的味，我有去即个 Smithsonian Institute， 迄个大个 museum 去看哦。迄阵去的时阵，拄好在搬迄落美国早期的电影。啊，看到 Mae West 的一出毋知西部啊啥货，我嘛看甲足艰苦的，嘛是演技也真差吼。安尼迄落伊若生气，就真声安尼结臭面安尼，啊，就讲安尼足幼稚啦。迄个表情种吼，拢足幼稚。啊，所以我感觉这是这几十年来吼，演技甲迄个电影的技术吼。即个科技的进步种吼，我感觉实是无法度讲用咱即摆标准去看，50、60年、60、70年的电影来评断啦。所以迄就是表现迄阵仔时代的整个的环境安尼啦。呀，我即摆讲话敢有听？好，刚才你就来当讲，我用手机啊讲吼。我第一是要讲即个版本即个陈雷先生讲吼，伊本来我互你的即个是向阳，这是较慢啦吼。啊，较早即个前卫出版迄个是1992年，嘛是同款是钟兆政翻译的吼。啊，但是搁较早以前实在有1970几年，毋知是源流啊是远景出版的吼。啊，字名。方面就是严归啦吼，啊，迄本我即马一时才找无啦吼，啊，就是咧即个上即本严归迄本吼，也是了后即几本咧，啊，甲日文的位你有看到隔壁陈文环迄篇的隔壁杨千和，迄就是我的老母吼，啊，我头拄仔上错尾是要讲，我即马有咧翻译即个。花开贵贱这篇翻做台文吼，所以请大家期待。啊，我今仔日要分享的主要是以一个观众的这个眼光吼，这个感想来甲大家分享。这篇电影上头一开始就是有这个音乐吼，这个是 La Traviata 这个 opera 的背景地回论吼，所以某种程度。这个故事，互人敢若想到，就是讲甲这个茶花女这个悲剧，小可类似的故事吼。啊，这个看这个电影，互我的感觉就是讲，普通咱俗语话有一句讲，女人
你的名字就是弱者，但是我是感觉讲，弱者这片内底这个女人毋是弱者，颠倒是查甫才是弱者，吼。啊，张文环咧写《閹龟》甲这片错乱内底男主角，拢是较软正，无作为，无家己无一个主张了袂知的人。啊，查某吼咧即个电影内底拢互相帮忙，是较善良，吼，较真好心的人。像讲家己斗相共顾囡仔啥，也是讲家己互相家救，吼啊变咧即个酒家咧即个场合嘛是无讲3万度，佫会家己帮忙，互伊逃走咯，也是讲佫家己照顾伊的生活。所以即片是颠倒敢若是咧。女性主义咧侮辱查某迄款的感觉。啊，互我个另外感觉就是讲，现代甲过去即个社会背景已经足无同。迄若是照即卖的现象吼，若是讲这查某佫生伊的囝佫啥，绝对会足强势，袂像讲即个电影内底讲，袂毋敢佫去干涉着伊的家庭，佫超工佫离开，佫秘起来，啊囡仔啊佫到尾就放松安尼，互阵啊家己无个勇气，所以拢无去干涉着因的即个家庭。即个电影内底即个男主角的太太，到尾佫阵啊领养家己即个朋友，就是即个女主角的囝，所以拢是查某，拢是真好的角色。即个电影吼，除去上头的即个配角规片，即个配角袂歹，佫即个翕的角度吼，即个 frame。就是讲，伊即个规个景拢翕得真好，当然是较可惜，就是这查某拢女主角迄当时的即个角色拢无足好。电影伊的做法到尾啊有小可较说教，就是要要讲伊讲吼这错乱吼，我是感觉讲这题目吼错乱。实在是嘛无啥物错啦吼，所以即个标准是甲可能古早的道德标准，伊甲伊熟悉是根本是还未结婚以前嘛，所以了后这丈夫的秘密，我感觉讲用作比错乱是较好啦吼。编剧我是毋知影讲这有是日文的原作但是即个编剧陈洲吼，陈洲即个人。拢总有编这五片啊，吼，可能拢是台语片的款。伊上早的即个1960，就是错乱是1960，上煞尾就是1969，阵拢无才那5片尔。所以即个人，我感觉讲嘛是应该会使搁看伊的，看伊的。毋知是啥物款的人，这陈洲即个吼，安尼我简单分享我以一个读者观众的心情，甲大家分享，多谢。头拄仔足实的，拢从来袂服势。OK， 拜拜。多谢陈教授。林教授。林教授，歹势。伊是妾，因为因先生是谢诞吼，因先生捌做过迄个画派总会长吼，陈文岩先生。我看到迄个手机啊是写蛋吼，歹势。林教授吼，我先报一个吼，你拄则迄个陈洲编剧吼，落尾我看迄册顶面讲林传秋导演讲，迄是。这片是看毋着啦，我咧想陈洲应该是伊学生啦，所以后面佫有做伊培养足侪人才嘛。爱讲这片的编剧是林传秋家己啦，吼，伊的片拢家己编的啦，吼。即个陈洲吼，落尾就是伊遮人才吼，其实吼嘛是真拍算来讲台语的即个电影吼，到69年到70差不多剩几片尔吼，有诶就刷去做电视，电视台语片
台语电视头几年嘛做了真好，啊，毋过你看好吼，伊个新闻局就甲你设一寡规矩吼，都无讲真好啦。啊，到1980年，搁较离谱就是啦，就讲哦，你一工啥物时阵会当用台语做戏做电影，啊，搁甲你拆去中昼搬哦，袂当互你一届放伤久吼，啊，搁3台都爱轮，就是讲甲你一直甲你限落去啊。所以你遮人才啊，若毋是你去拍国语片，啊无就真正爱摇巴肚就是吼。这是一个补充吼。是阮这咱看咱现场搁有做一个现朋友场敢有人要搁举手，嘿。阿准讲无要搁举手吼，因为即马已经台湾吼已经11点40几分吼。其实你会使做一个 ending，啊，咱请迄个等者搁有人举手，智慧，这是咱北加州的 OK 好，前辈嘿。嘿，请伊讲， Hello，有听到无？听着。有听着，无啥明呢？你讲啊大声咧。我有按头拍到尾啦吼，就是我上尾啊，最后迄幕我较毋知啥物意思，是咱迄个囡仔，伊讲在叫迄个毋知啥物人叫爸爸，啊是啊，搁再一个爸爸，我都看故事。最后那一幕 ending 的时候呢，有啊，就是你对电影 ending 无做了解。就是讲。因为出有一个，敢若有一个查甫人，伊讲敢是用牙牙出来，即个你拄甲甲伊后生讲叫爸爸，迄个查，我现在怎么又来一个爸爸？我看毋知即摆电影吼，我咧看到，就是讲伊即个故事吼，大生伊无去。歹势，可能有迄个回音吼，就是大生伊甲即男主角无去甲伊讲，这毋是你的，就是讲毋是你的后生啦。啊，伊中间有一句讲，即个囡仔毋是你的囝吼。毋过迄阵咱咧看，伊是讲哦，你莫阁追求我，这毋是你的囝。毋过落尾伊交代就是讲，其实就是伊第一段婚姻即个从落尾伫感觉出来，即个先生吼，其实是即囡仔的老爸就是啦。所以伊最后嘛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啦。你看上尾啊，落尾可能迄个片拢歹去啊，所以伊无讲真正结束吼。所以上尾迄个景是囡仔真正的老爸安尼，故事是安尼。谢你的补充吼，因为即马有较晚，所以请你做一个 ending，拜托迄个龙光兄你来有过咱后礼拜的节目吼，迄个 CK 你敢会当做一个 ending？ 嘿，就是咱即届搁重新来看这咱60几年前这老导演林团手的这作品吼，咱后一届吼已经定好势5月13吼，这片名做5月13上新夜，咱是用新历的5月13这日来做伙来讨论这片吼，所以先大家这个就是讲这个咱这个真侪爱改进的，就是讲报名还是讲伊这个平台吼，无讲正好用啦吼，我会嘛会甲因反映啦，就是讲看会当用较简单的，还是安怎吼。就是5月13上新夜，其实嘛是一个 breakthrough 啦，对台湾。第一个就是拄则李老师讲的这叫做置入性行销的一个开先河的一片，就是讲有这个投资者讲你帮我拍一个什么，甲我公司还是我做的物件看要说伫倒吼，尽量甲说来吼，这是一个第一个例吼。第二个就是讲5月13是台北
即个城隍庙要举老底个日子嘛，吼，所以伊故事写伫即工，吼，啊，其实吼，即片算是嘛是早期一个纪录片啦，吼，迄阵迄阵诚侪迄个官方的片是纪录片，啊，毋过拢无人要看对无？啊，伊即片是算一个商业的。甲迄个野老热啊，大家食拜拜啊，这拢翕入去吼，而且是用即个电影级的即个来做吼，所以这是真特殊的一片吼，所以先有顾讲大家5月13号早起吼，大家做伙甲个来讨论吼，啊，到小满节，多谢。咱即摆拜托梁光兄来甲有个咱后礼拜的节目，好无？梁光兄，你爱开麦克哦。咱后礼拜是咱即个4月份的台湾文学欣赏哈，啊，咱即个主题是拍开母语的窗仔门哈，啊，主讲人是柳清良老师哈，啊，咱有2位武担人，一位是高家辉哈，啊，另外一位是郭文贤哈。啊，本地今仔日迄个论坛，伊有讲要来吼，伊毋知论坛你即摆毋知有伫遮无？伊是要来甲大家报告讲，即遍即个228.02台湾的即个游行的情形会经过吼。啊，本地是大家拢讲要全部要用台语，啊，但是有一寡合作单位吼，说啥啊无用台语吼，伊要来甲大家报告。所以较顶论坛你若有伫遮，拜托你发声一下吼。啊，搁刷落去，咱拄则我来补充，就是讲本地吼，咱即个5月13，咱本地是要邀请即个啥物人，是要我看嘛，我甲用去等一下哈。好对，咱本地5月13吼，是要邀请即个。欧洲吼，伫迄个英国即个欧洲一个张淑慧牧师吼，伊是咱迄个长老教会差派去欧洲向欧洲的留学生吼关怀遮个牧师吼，咱有请伊要来安排一个节目，就是讲台湾人伫欧洲的生活经验啦吼，所以咱迄个毋过为着要配合吼。即个拄好5月13，拄则4K 讲的迄个，迄啥城隍庙的周年还是啥物款吼？拄好要来配合讲迄个5月13伤心日，吼，所以咱本地是安排讲台湾人的欧洲经验吼，咱甲伊刷起伫5月20安尼啦吼。好，我就简单报告到遮。多谢你调侃我刷即个，毋过诚趣味啦。就是讲5月13是应该是旧历5月10。